對自己嘅承諾要非常堅強，咁就冇任何嘅事物可以擾亂內心嘅寧靜。要同遇見嘅每個人談論健康、快樂同富足，要讓所有嘅朋友感受到自己嘅內在價值，要睇住每件事情嘅光明面，讓自己嘅樂觀主義化為現實。我哋要諗住最好，只係為咗最好而努力，只係期待最好嘅事。要對他人嘅成功熱情以待，就好似對待自己嘅成功一樣。要忘掉過去嘅錯誤，繼續追求未來更偉大嘅成就。要經常展現開心嘅表情，並對遇見嘅每個生命報以微笑。克里斯汀·狄拉爾森嘅著作《樂觀主義者的信條》入面提到，我哋要盡量將時間花喺自我改進，讓自己冇時間再去批評其他人，要讓自己嘅能力大到唔需要擔憂，高尚到唔會生氣，堅強到沒有恐懼，並且快樂到沒有麻煩嘅立足之地。要肯定自己嘅優秀，並向全世界宣告呢一點。我哋並唔係用大聲嘅語言，而係透過偉大嘅行動。要帶住呢一個信心去過活。只要我哋都忠於自己最好嘅一面，整個世界都會站在我哋呢一邊。喺呢個世界，冇任何外力可以影響你嘅人生，除非你透過你嘅想法為呢個外力提供力量。最偉大嘅力量就喺你之內，運用內在嘅力量，並了解到對你嘅人生嚟講，世界上並冇其他嘅力量比你嘅內在更加強大。喺呢個世界上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控制你嘅人生。當你內心夠強大，所有外在嘅壓力對你嚟講都毫無影響力，都係微不足道。請大家好好運用你嘅內在力量，去創建自己美好豐盛嘅人生。當你嘗試吸引金錢嘅時候，應該要如何將注意力從賬單上面移開？我哋可以嘗試假裝，並且用呢啲賬單去創造遊戲，去氹住自己嘅心智，去諗住一啲美好嘅念頭，讓你嘅心智忙於玩呢啲假裝嘅遊戲，你已經擁有你自己想要嘅事物，讓你嘅心智再冇空間對你傳送匱乏嘅念頭。你係一個有創意嘅存在體。所以請你揾出對你嚟講最有創意嘅方法，將你嘅賬單同銀行戶口結餘轉變成一個假裝富足嘅遊戲。例如我哋面對電費賬單嘅時候，我哋試想象一下，因為我哋有富足嘅生活，所以我哋可以有冷氣，可以用好多唔同嘅家庭電器，令到我哋嘅日常生活變得更豐盛美好。每一日或最少每個星期1至2次，花幾分鐘時間專注地想象自己處於喜悅之中，要感覺自己就喺喜悅入面，想象你未來嘅人生只有喜悅，並且看見自己沉浸喺喜悅當中。當你咁樣做，宇宙就會調動所有人事物，將呢份喜悅帶俾你。如果你一直喺度煩惱金錢、健康或者係同朋友或家人之間嘅關係，你就冇辦法處於喜悅狀態。所以經常盡可能喺宇宙銀行入面存入喜悅，冇其他嘅投資比呢個更加值得。願喜悅與你同在。我哋最高嘅力量就係愛，而且每個人都擁有無限多嘅愛。嘗試反問自己，每一日當中你帶俾其他人幾多愛？每一日我哋都有機會帶住自己擁有呢個偉大而無限嘅力量出發，將佢傾注每一個人每個狀況上面。愛係感謝、讚美、感受到感恩之情，以及對他人說好話。我哋有許多嘅愛要給予，而給予嘅愛越多，我哋得到嘅就會越多。當我哋嘅生活充滿住愛嘅時候，充滿喜悅嘅生活就會隨之而嚟。宇宙嘅一切都係美好，但係當我哋碰到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往往睇唔見更大嘅畫面。即使呢啲我哋認為唔好嘅狀況，其實都蘊含咗美好。請用新嘅眼光看待任何嘅狀況，尋找美好嘅事物。如果去尋找，你一定會開始揾到。
然後你將會破除困難重重嘅幻覺，允許所有美好嘅事情嚟到你嘅面前。例如呢一刻，你可能面對嘅係失業困難，不如試諗下，宇宙允許你，讓你有機會搵到一份更加好嘅工作，或者之前你過於專注工作而忽略咗屋企人，不如就透過呢個時間，好好咁陪伴佢哋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嘗試從另一角度出發，你將會尋找到你嘅美好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同你生命中嘅某個人處於負面嘅狀況，請你每日花幾分鐘去感受你心入面對呢個人嘅愛，然後再將佢傳送俾宇宙。只要你咁樣做，就能夠幫助你清除對呢個人嘅憎恨、憤怒或者任何負面情緒。要記住，感覺憎恨、憤怒或任何嘅負面情緒，只會再將呢啲負面嘅情緒再吸引返嚟。而感受到愛嘅話，則為你吸引更加多嘅愛返嚟。你對另一個人有咩感受，就會為自己帶來咩感受。呢個公式非常易明同簡單。古羅馬新斯多葛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，佢曾經講過，重要的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，而是你如何回應。當你面對挑戰嘅時候，你用咩方法去面對？用消極氣餒，亦或係正面積極？如果選擇負面，只會迎嚟失敗嘅結局。當你選擇正面積極去面對，成功同你嘅距離只會拉近。由此可見，發生喺我哋身上嘅任何挑戰，成功與否，只係在乎你如何回應。宇宙都會聽從你一切嘅指令。透過你去創造，並沒有困難嘅事。你可以創造你想要任何嘅事物，而你需要做嘅事就係同吸引力法則和諧一致。你只需要提供你想要嘅事物母子，然後宇宙就會填滿呢個母子。你嘅工作非常簡單，用你嘅心智去創造呢一個母子。理論就好似你做蛋糕一樣，如果你想做一個心形嘅蛋糕，請你用心設計你呢個心形蛋糕，將你個心形蛋糕嘅模樣想象出嚟，然之後提供呢個心形嘅母子，之後開始實踐同創造呢一個蛋糕，你將會得到你想要嘅蛋糕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